上讲向规伫个家落来的，伊是犯什么罪人鬼呢？我爷，你看阮相公敢会做伊款逼干大财这种代志？你讲你相公是犯这款罪，你想袂到吼，是逼上干大啥个财呢？是刘小姐身躯比迄个查某干秀红。小姐，刘小姐敢是恁相公的未婚妻？是啊，因为干相公，阮小姐伊叫我摕这来互你。这是啥物啊？哎呀，你家己看就知啊嘛。哦，嘿，啊我咧，哎呀，相公伫遐，你莫安尼骹来手来好无？讨厌。嘿，相公，小姐迄字条是写安怎？小姐约我下暗初间去后花园见面啊。好，去后花园。大兄绝对袂做这款代志。啊，毋过伊到公堂，伊就将口供认出来啊。喂，行，咱斗阵来去上有关的探监，行。对，相公，我也来看你，找死一个，会当最后见到现地你一个面，我就感觉真满足。对，你为什么要替人担罪呢？代志变到安尼来。什么就唔免搁再讲了。相公，你哪唔讲话？你哪无爱将实在的代志讲出来？相公，我求你。你人既是知己之交，情非泛泛，无论是什么代志，你应该对小弟一吐通怀才对啊。迄一暗是金贤表妹约我到后花园去的。假使我若是将这实情讲出来，虽然会当洗清冤枉，但是对表妹的名节清气有损，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的讲出来。相公，我也是要来替你洗清不必之冤，啊，你哪一句话都拢唔讲出来？我无用的讲，我袂用的讲的。现怎袂用的讲？因为这件代志关系到伊的名节，甲伊的情景，我袂用的讲，我也袂用的讲出来。你的性命会比这较无重要性。我愿意承担这个罪名。今仔日。兄长，你唔去讲原因，你宁愿舍身啊，顾他人。
讲得真对，你若安尼，要叫老安人安怎？敢讲你一点仔拢无替老安人想？抱歉。贤弟，在五爷要死的之前，我要来拜托你，念在咱义结金兰的情分，替我奉养我母亲。五爷就是一死，做鬼也庇佑你，此因此定，今世不能报答。后世牵马之路。哎，阿公，相公，无呀你，安怎？你给我闪开！喂，你为民主，无顾你连卖母亲。你凭什么我准叫你做大兄？五爷，点位，你给我开名。你甘愿替人大罪名，却抛我连卖母亲不管。你伟大叫做枪高性。安怎？我讲的话，你是听袂入耳，或者是无愿意听。我过来看无？好，我去坚持做人的替死鬼。你要爱我拥护恁老母，我老实甲你讲，你免想。你老母，就互伊去冤家乞讨，互伊去食那个残血了饭。五爷，你免救我！就这种多情多义的人，既然你遐尼唔惊死，爱死就要去死看卖！五爷，五爷，既然你为着一个查某，你将家己的性命异地渡我，你有法要搁救我？咱成全你，咱成全你去死！五爷，成全绝对不是迄款心肝向的人。我对眼遐所用的这种话，会讲完全拢失败。你以后袂讲无爱插阮相公的代志吼？喂，你看我敢会像是一个感情的人是？不过，阮相公是要安怎较好？你也唔肯将事情讲出来，要查这件代志，确实是真困难。你明仔载去开封府，甲伊结果平冤。这句来去敢袂用的？袂用的，一定要等冤案过才会用去。是安怎？因为我冤案要来去开封府架干刘表。什么事？
春蜜冤。自此看来，颜春敏这个人，甲地狱堂有真深的关系。彼日建议将此案交予顶护卫求职查办，并可缓和地狱堂对其鸟的误解。邓秘书，你认为怎样？公孙先生讲的真对，毕竟愿意承办此案，好，这件事就交予邓秘书你去办。毕竟准备。我已经拢知影，我会查出案情来替恁相公伸冤。你即马偷偷照顾恁相公。爹娘，你是官哦？你做你尽管放心倒转去。爹娘你是官，爹娘是官，哇，爹娘是官啦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爹娘是官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相公，哎，你要找恁相公哦？相公嘞？伤慢啊啦，已经押去刑场哦，要抬头啊了。啊！相公，莫哭啦！你若想要去看恁相公最后一面哦，还阁有机会啦。你即马哦，赶紧刑场，还阁会赴，紧去。赶去刑场。对，我紧来去刑场。哎呦，对，刑场对倒位去？你免着急啦，刑场对南车门出去哦，无偌远就刑场啊。犯人哦，爱游街示众呢，5时3刻哦，到动刑啦。你即马紧去。5时3刻。结果游街。对，我赶来去开阳府，紧来去找爹娘，我要来去开阳府就哎呀！哎呦，你呢？妹妹，我要你要开阳府。不要你！我你别去，我要去报大人。不要你！我要去报大人。我求你！都不要你！哎呦！这是开阳府嘞，包大人的包啊，是唔准随便欺负老百姓。恁是知影唔知影？原来，这位小哥啊，紧起来！啊，你有着伤无？无啦，我求你，你带我入来去开阳府。你有啥物代志甲我讲就好，咱公堂内也唔是啥物好佚佗的啊。我要见包大人。包大人，你上条官军还袂转来呢。等大劫嘞？正拄好，伊嘛无伫咧。伊无伫，伊会真紧就转来无？无，伊负责办一件逼奸杀人的代志，无定着几啊天嘛袂转来。那安尼，阮相公毋就无望咯。做小红啊，要哪会死啊？已经受人
暗中用计要害伊，是王才会死去遐尔啊可怜。哎，啊，等伊若死个，咧口囝也招恁啊啦，也毋是伊做，无是啥物人做啊？也表哥的虽然啊，面口间，其中的必定有会来阮那情。世人有谁无小命，有个人做，不来可怜。毋是，绝对毋是啊！表兄伊一定是无人口叫，只要我若来去见伊一面，伊一定会将无人口叫的原因甲我讲。阿爹，你允许我，互我来去见表兄一面好？阿爹。啊，这边哪会用你的？你是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哪会咧去刑场抛头露面？这算什么体统啊？而且干村民，伊做迄款代志，无顾咱友家的体面，我嘛无迄个亲情，你敢还有迄个面通我去见心？爹，可是表兄是冤枉的啊！冤枉，冤枉伊家己去叫冤枉好嘛？咱就互你一个查某囡仔去替伊叫冤枉。爹，安尼啊，在生的时阵，最疼爱的就是表兄。敢讲你无带念在九泉地下安尼啊的分晓？阿爹，哈，这话都毋是安尼讲啦。咱嘛袂用你互笑讲咱柳家有迄款的亲情。这阿爹拢是为着顾到你的前途，你知？你都爱听话哦，你爱听话哦。对，姑娘啊，你讲了无毋对，啊表小妹会伫要甲我结婚安尼，算来是我的娘囝，免让人看种犯人咧，安尼哦，我足无面子，足无面子的。